邀请你将你的手机转为震动或静音，也邀请在直播现场的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你能够在一个安静的地方，让我们一起在敬拜当中享受神话语真理所带给我们生命的祝福。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带领我们的生命能够来到主的面前，谢谢你将平安赐给我们，也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我们一起用敬拜的声音，用赞美的声音，用我们高举神荣耀的声音，让我们的生命用心灵跟诚实来敬拜主。也愿主你真理话语所带给我们生命的喜乐跟盼望，祝福我们今天每一个所领受的弟兄姐妹朋友。我们也学习将我们生命里面的重担，将我们一切的挂虑交在主你手中，求你怜悯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遇到困难，我们遇到难处，但我们学习能够将我们生命的需要再次放在神的恩典施恩宝座前，求你来赦免我们的罪，带领我们的生命走在神你所合神心意的道路上。我们再次将今天早上的聚会献上恳求，愿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也带领还没有来到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朋友，让他们能够在预备当中一起来领受神的话语。献上感谢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我们一起来唱一首诗歌《喜乐泉源》。在神的恩典当中，我们在唱这首诗歌以前，我们先一起来做信仰的告白。在神的面前，我们相信神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做信仰生命的告白，代表的是宣告，代表的是我们在神的面前再次立约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真实的悔改，真实的相信上帝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行奇妙计划。我们一起来做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他从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与死人。我信圣灵，圣而公的教会，圣徒的相通，罪的赦免，身体的复活，永远的生命。阿们。我们一起来唱这首歌《喜乐泉源》。主是我们的喜乐，是我们生命的盼望。我们一起起立在神的面前，一起来唱。是我终生盼望。
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神你的面前。主啊，我们能够用单纯的心来献上感谢跟赞美。主啊，你是我们生命的泉源，让我们的心里跳跃，不是因为外在，乃是因为我们真诚的信号。因为你是大能的神，你是拯救我们生命的主。透过耶稣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得以得救。主啊，恳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在等待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也能够纪念耶稣基督是上帝爱我们的记号。透过他为我们所流的宝血，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为要拯救世人的罪，让我们的生命更加有个依靠，更加有个信心跟盼望。主啊，我们也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复活、重生的生命，让我们得着生命的盼望，真实的悔改，让我们了解，我们不仅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们死，为我们付上罪的代价，我们更要从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活出重生的生命，能够真实悔改的生命，来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献上我们的感谢跟祝福，求主你圣灵与我们同在，在今天我们一起领受神的话语，能够得着生命的盼望与喜乐。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我们请坐。这时候我们一起同心来奉献。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奉献的诗歌。我来到你面前，全心向你呈现，耶稣，你是如此爱我，我单单属于你。主，我在这里献上我的心，生命的一切完全献给你，因为我并没有
起来做奉献宣告的祷告。我相信凡事都是上帝所创造，他拥有赏赐与收回的权柄。此时，我愿意从你所得到的恩典，用感恩与敬虔的心，奉献在你面前。求主在我每次甘心乐意的奉献中，操练我更加顺服委身，分别我的生命。我相信奉献是栽种丰收的种子，我深信奉献是实践基督的生命，我确信奉献是生命主权的交托。求主按照你的信实与怜悯赐福我们，保守你的教会，兼顾你的百姓。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们。请坐。这时候牧师来报告我们的教会消息哈，那我们一起来关心我们大桥教会的相关的消息。我们本主日是代降节第3主日，也是宣告喜乐的日子哈。那愿我们一起在倚靠神当中得着喜乐的生命，一起领受这份生命是要为别人带来帮助跟充满盼望的生命影响力哈。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圣诞主日，也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朋友可以邀请你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华语礼拜暂停一次，那下个礼拜我们圣诞主日礼拜结束后，我们会一起去敦亲睦邻的活动。那每一个人都发放一个圣诞蛋糕，那带给我们的左邻右舍带来祝福。那结束后，我们11点45分，我们会准时在就是开桌了哈。我们一起开桌哈，那这是一起来享受我们的自助餐飨宴哈。那也期待我们能够自己携带自己的碗筷。那我们在12月24号，我们有平安夜的报佳音的活动，抱歉，我们的平安夜的报佳音活动，那也欢迎每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的公布栏可以做填写。那期待我们能够同工牧师带着祝福去到你的家里做报佳音的弟兄姐妹朋友，也欢迎在我们的公布栏来做填写。那我们在1楼的地方招待处有这个索取我们明年度的年历、月历了也请大家可以很努力来索取。那我们在明年的2月8号，我们的定期会员合会，那邀请每一位这个小组长跟牧区的同工团队同工，能够预备我们的相关的资料那今天牧师要跟大家分享一个主题，在上帝的面前，我们有满足的喜乐。那不好意思。牧师想要问各位，你们觉得喜乐是什么？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OK， 欢迎你来，右点请坐。对，请坐。这一堂我们讲华语的请坐，请坐。你们觉得喜乐是有限的，是限量版的，还是无限的？大部分我们知道喜乐是限量版，在人的生活当中，喜乐是什么叫限量版？限量版就是有固定的人可以领取到，有些人他的限量版就是他可以感受到喜乐，可是不见得所有的其他人他可以领受到这份喜乐。那网络上有一句笑话，他说什么是幸福幸福是什么？幸福就是年终奖金发放的时候那一刻，对不对？但是这个幸福是什么？是短暂的，是对某些人来说，他有领到的人，那没领到的人他就领不到所以幸福对他来讲不见得是真的幸福。有人说幸福是体重减轻了，也是一种幸福感。所以呢，我们可以知道，这些都是我们世俗生活当中每一个人都会拥有的一种感受。那我要问各位，教会里面有没有限量版的喜乐？也有。像我们刚刚牧师有讲到，下个礼拜我们就是耶诞的爱餐，对不对？大家一起聚餐，好不好？快乐，快不快乐？快乐。但是那个也是限量的。那人与人之间呢？我们在侍奉神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是限量的，还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
是无限的喜乐、无限的开心、无限的满足，还是它是限量？我觉得它也是限量，因为每一个人一旦遇到服事上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甚至有些时候弟兄姐妹误会你，你就会怎么样？你马上你的喜乐就怎么样？消轰了。刚刚我们的这个同工佑婷，刚刚是不是第一堂你去接了一通电话，回来的时候，突然间有一位弟兄就跟你讲，你不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你就怎么样？你会不舒服，你会感受到不愉快。我要告诉你，当你来到教会参与的过程当中，你也会感受到有不愉快，那就是限量。另外一种，当我们每一个人在教会里面，你会得到很多人给你支持，你会感受到安慰。可是那份喜乐也是限量的。各位弟兄姐妹，可能对每一个人来说，那份喜乐都是短暂的，但不是不重要，反而是我们更需要回到神的面前，一起来领受一个无限量的、无限版的喜乐。而这份无限版的喜乐，在于从哪里来？从上帝那边来。所以我们人不多，我们前后左右互相旁边互相讲一下，在上帝面前会有满足的喜乐。跟他说，在上帝面前会有满足的喜乐。好，在上帝面前，那要怎么得着？那个佑婷，我刚没有听到你对我说，你可不可以对我说一下？大声的讲，在上帝面前会给你满足的喜乐。对我说，在上帝面前会给牧师你满足的喜乐。好，再一次可以吗？再对我说一次，谢谢。上帝面前，牧师给我是满足的喜乐。上帝会给牧师你满足的喜乐。好，回去牧师也邀请你把这个话语，把它想一下怎么讲，跟你的家人讲，跟你的妹妹讲，祝福他的生命。各位弟兄姐妹，如何找到这种满足的喜乐？我们今天要一起来看一段圣经节，是大卫王的诗篇。大卫王的诗，我们知道大卫王他是本身是一个牧羊的，他也被高利做王，他曾经逃避扫罗王的追杀，他甚至到最后的人生，他也因为犯奸淫而得罪了上帝。各位弟兄姐妹，大卫他的生命有充满喜乐，他的人生就跟我们的生命都是一样的。我们有像高山低谷的那个过程，有人没有办法理解我们，但是上帝会赐安慰给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要看的这段圣经节，是大卫他的人生对上帝的那一种满足的喜乐所写出来的话。我们一起来读。我们看左手边左手边新标点和合本上帝版经文：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动摇。各位弟兄姐妹，圣经节这样讲。大卫说：“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你有没有常常把上帝摆在你的眼前？各位弟兄姐妹，这非常的重要。在经文里面说，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眼前，这个希伯来文叫小哇，好，动词的意思叫做让上帝成为我生命的焦点，好，定睛，我看的地方就是他。每天早上起来，我遇到困难，我遇到什么事情，我就是先祷告，求靠上帝。上帝，今天是新的一天，我要求你给我力量，给我帮助。这个动词不是偶尔想起来的，而是每一天持续的、有意识的专注跟委身。后面讲到一个，因他在我的右边，我要跟你分享跟各位分享，上帝大卫把上帝放在我的右边，这什么意思？这个在过去他们是把放在右边代表是最亲密的盟友的称呼嘛，在我右边，它是一种保护者，是一种在法庭上的辩护律师的一种。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当上帝在大卫的右边，代表的是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动摇。也就是说，当你遇到什么样的生活的困难，有上帝做你的帮助，你不用害怕。所以其实我非常感谢上帝，当我们的生命当中有上帝作为我们的帮助，就像圣经所讲的，当上帝将耶和华摆在我们的眼前，成为我们右边的帮护守护者，
我们真的不用害怕。所以有一句话说，马太福音第6章33节，我们一起来读：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都要加给你。这段话是耶稣在马太福音第6章里面，他提出一个解决人生当中的忧虑的问题，然后最后得到解决的最好的方案。他提出3个方案怎么做。幼婷，你会不会烦恼？会。那你的烦恼是什么？紧张，上班来不及，对不对？你怕自己的能力来不及去赶上我可以做的工作，对吧？那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烦恼？会很紧张。好，我们求神帮助你，透过今天这段圣经节，能够祝福你。耶稣他在讲到要解决人生命忧虑的问题，他先讲的第一个是金钱。你要工作也是为了什么？要能够赚到钱啊，因为它就影响着你的金钱嘛，收入来源嘛。而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专注的价值观在上帝。他说，如果你只看到地面上的财富，那么你的生命的就会为了地上的忧虑所困惑。而我要告诉各位马太福音第6章，在耶稣讲到你要先求他的国和义之前，他第一件事情先说不要为地上积聚财富。这个部分容不容易？不容易你不存钱，我从幼婷身上真的好像上帝透过他让我了解到，他不为金钱所困。但是他妈妈时常在私底下跟我讲说，你妈妈会提醒我，牧师，幼婷，我还是让他去教会好了，这样我不用烦恼。妈妈的担忧是，她的担忧是世上人的需要，但是耶稣告诉我们，我们不用为了积聚我们世上的财富来烦恼。第二个，耶稣他又说了一个，他说不要为了生活所需要而担忧。他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不要为了吃什么、喝什么，还有穿什么。耶稣提醒众人，他说人会忧虑这些事情，是因为外邦人，也就是不认识神的人所求的。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你们的天父知道你们需要的一切。也就是说，人会忧虑的根源是在于我们人对上帝的信心不足了。所以耶稣说了一句话，他说：“你们这些小信的人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后来耶稣他讲完这2个重点，他说：“不要为了否定了积蓄财富和忧虑生命之后，耶稣提出了一个先求的命令，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一段话，马太福音。他说：你们要先，你们要先求。也就是说，如果你为了积蓄世上的财富，你也为了生活的需要在那边担忧，那么你就可能成为那个小信的人。如果你成为小信的人，该怎么办？他告诉我们，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就会将这一切加给我们。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把上帝当作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就不会因为旁边的风吹草动而摇动。相对的，我们所开的这个船啊，就会我们知道开船需不需要有那个锚？那个锚要做什么用的？我们开到一个定点，就是要抓鱼的嘛。对，你开船一定有目的的吧？你不会一直开着船，然后随波逐流，一直乱跑，不会。你一定会开到一个地方，你一定会欣赏风景，你也要把锚定下去。这个锚就是要重新立定我们的方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今天的圣经节其实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当我们从第8节说，我们常常敬奉耶和华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摆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他会成为在我们的右边，让我们不致动摇。他告诉我们，因此第9节、第10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一起来读。那个右体，我们一起来读左手边，我们看左手边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
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里有讲到一个圣者，你会想到说，大卫他为什么说必不叫你的圣者？这个圣者是谁？是上帝吗？不是。大卫在表示的是，他在讲的是他自己，在当时候代表的是任何与神立约、蒙神所保守的敬虔的人，都是这位圣者，他不会朽坏。但不会朽坏的原因在哪里？就是我们刚刚看的第8节的这段话：我将耶和华摆在我的面前，因为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动摇。这是前提呀。好，所以呢，因此我的心就会怎么样？就会欢喜快乐喽。所以我刚刚有讲到，我们今天的主题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如果我们在神的面前要有满足的喜乐，第一件事情，我们就要先怎么样？我们就需要像第8节所说的，先将上帝摆在我们眼前，让我们知道他成为我们的保护者，我们不致动摇。后面讲到，告诉我们，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摆在阴间。其实我觉得人会不喜乐，大部分是生命里面的问题，反而不是我们外在看到的东西，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有不信上帝的人遇到忧愁、忧虑的时候，都要找谁？找圣明不然心理医师，有没有？但我每次我只要想到这一点，我都会想到一个问题：感谢主，虽然有这一些人可以帮忙，在人需要的时候，好像是做一个倾听者，但是牧师要鼓励各位，上帝是给我们最好的倾听者。那我们要怎么样从上帝那边得着智慧？就是读神的话。第二个，祷告。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了解，圣经里面其实也有一段话，描述着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诗篇16篇8到11节所谈到的，在使徒行传第2章25节到32节，在彼得在五旬节讲道当中，他特别讲给那些每一个人来听到的人，让他们明白大卫王过去在旧约曾经讲的这一段话有一个印证。我快速的念过。大卫指着他说，他把我们所看到的刚刚那一段，我看见主常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这一段话就是我们刚刚所看的大卫的诗篇16篇29节，彼得就讲了：弟兄们，这些先祖大卫我们的祖先大卫的事，我可以明明的跟你们说了。他已经死了，他埋葬了，并且他的坟墓直到今日还在我们这里。他讲的是什么？大卫既然是先知，也晓得上帝曾经向他所启示的，要从他的后裔当中立一位坐在他的宝座上，就预先看明了这事。彼得就开始讲，那位是谁？就是基督。他说基督复活这件事情，他说他的灵魂没有撇在阴间，他的肉身也不见朽坏。这个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了，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所以你们看我这边你们了解一下，我们刚刚看的是诗篇，是旧约，当时候耶稣还没有诞生。所以当我们看到新约彼得面对的这一些犹太人或以色列人，他们跟他们说这件事情，25节到28节，这是你们过去曾经从旧约里面我们的律法书所看到的大卫的事情所讲的这些话。现在29节他说：弟兄们，先祖大卫的事，大卫已经死了，他已经在坟墓里，可是有一位大卫的子孙，谁？耶稣基督。耶稣他有没有复活？他复活。所以他32节说，这个耶稣，上帝已经叫他复活，我们都为这事做见证。也就是说，做什么见证？做那
那一句28节，好，27节到28节，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耶稣如果没有复活，我们得不着这个永恒的快乐。可是我们从这句话里面，不是只有一个语言，是彼得告诉我们，耶稣复活了，上帝叫他复活了，我们都是为此做见证的。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不要把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致动摇，当作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念，重要。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你愿意把这一句话就放在你心中，你会得着26节。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脸快乐，并且我的肉身安居在指望中。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我们今天所看的经文第11节后面，他继续讲到，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什么是满足的？满足的叫做没有匮乏。什么是永远的？永远的就是不被时间跟环境所限制。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侍奉神，我刚刚有讲到，一开始起初牧师讲到，服侍神，再来到教会，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这个表象都是什么？都是暂时，都是表面的。唯有什么？唯有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真理，上帝的恩典，上帝所要带给我们的信心跟盼望，才是永远的喜乐。所以今天牧师要用3个跟大家快速的跟大家分享，我们要怎么得着这3个定位点。好，我们看到大卫他一个定位点很重要的就是怎么样看到他当场的当下。所以呢，我们知道腓立比书第4章6到7节这样说，我们一起来读哈。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这里讲到一个在基督耶稣里，什么是在基督耶稣里？在基督耶稣里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与基督非常密切亲密的关系。大家有没有好好遇到问题的时候会祷告？不管你信不信，你有没有遇到很困难的时候，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有没有？有吧？你一定会想要找一个人来说说话，或者是跟你的先生、跟你的旁边的伴侣，或者找一个你要好的朋友。上帝要给人意外的平安啊，是要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你必须跟耶稣基督有非常密切的关系，你才会真正得着那份平安。那什么是在耶稣基督里？你怎么跟耶稣基督有那样非常美好的关系？你要认识耶稣基督怎么面对问题，对不对？耶稣在世上，他是透过祷告求取力量那我们说，我们想要跟随耶稣基督做他的门徒，可是我们不祷告，可不可以？不行。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圣经里面讲，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感谢。重点在让我们回到跟耶稣基督、跟上帝的关系里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前面都是在告诉我们，来看一下，前面1、2行都在讲的是我们现实生活，基督徒我们人应该要怎么跟神做的事情。好，但是后面他讲一个意象，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唯有在基督耶稣里，也就是你跟基督耶稣有密切好关系。所以牧师要鼓励各位，我们要好好祷告，好不好？学习祷告，把你的问题，比如说刚刚幼田你说你会压力很大，对不对？牧师教你学习祷告，不会祷告私底下问我，牧师跟你分享怎么祷告。好，说话做什么事情，你都透过祷告做开始，你会慢慢的静下心来，好，帮助你怎么讲话，帮助你怎么看待未来的事情，神会带给你力量，好不好 ？OK， 第二个我们要怎么做？刚刚我们做的叫做定义当下，你不用去忧愁，你不要去忧虑，不要去烦恼，
只要透过感恩，好，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个，我们要定位的是什么？我们要从我想要得着变成什么？给出去。也就是说，你要定位在别人身上。我再讲一次，大部分我们人需要的是什么？我今天来到教会，我今天去到什么地方，我就是要得着。刚刚今天早上我们第一堂礼拜，原本我们安排一位学生，他要来点蜡烛。突然间，我心里面想一想，糟糕，要怎么临时要找谁呀？我就想到我们的幼婷哦，他来参加聚会几次？5次了，他有在算，参加5次了。他第一次来他就穿着这样，连礼拜6哦来练圣歌队哦，他也来穿这样，穿西装打领带。我就问他说：“你去到哪里？”我在周间遇到他在骑脚踏车的时候，他也是穿着这样。我发现他非常正式看待每一件事情。早上的时候，我们没有人可以点这个，说幼婷，请你照着牧师教你的怎么去点蜡烛。他的动作让我感动，但我相信也有信徒也会想，牧师，他才刚来教会没多久，你怎么让他去做这件事情？其实我要告诉各位，在教会里面，只要可以帮助一个人，只要可以救一个人的生命，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因为这些工作都是为了让人能够亲近神。所以各位弟兄姐妹，《使徒行传》第20章35节说：“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施比受更为有福。”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觉得当我们愿意给予，当我们愿意付出，我相信我们会祝福身边的朋友。所以这个礼拜我们在群组里面，我们也有同工，愿意分享他家里面没有刚好多余的东西。在那当中就开始有人开始提出来他说这个我有需要啊，可不可以给我啊？感谢主。我觉得在那当中也有人会看到说，这个人怎么会是这样？好像主动去索取。我说的是我一开始说，怎么这样呢？直接就要。我们好像看到有人要去要，感觉会不舒服。但是在那当中，我换个角度去想，耶稣说的，施比受更为有福。台语叫做互人的比较体靠好起来。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定位在他人，我们学习把这个我们需要去索取的这份心，换成我们成为一个给予。所以我们的华语礼拜，包含我们的活水泉小组，我觉得我很感谢上帝，在我们当中秀芝姐妹，她也是从网络上3个月从加拿大的一个姐妹，跟她联系，然后跟她长时间在云端里面，从那个脸书里面去解决她生命的问题当中得着了福音。所以3个月后，牧师接到了一通电话，说：“请问那个大桥教会牧师，你们愿意接待一个我们在带领的一位姐妹？”我说：“我愿意，我们非常愿意。”所以在那当中，我感谢上帝，上帝期待我们，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叫你们知道应当这样劳苦。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这样劳苦，扶助软弱的人，才是我们教会要做的事。所以教会不一定要什么东西都很齐全，不是。我们要做的是，就算我们有欠缺，我们有不足，我们有软弱，所以包含我们的同工，我们的音控同工，他从牧师2017年来到教会，现在已经8年。从2018年我印象很清楚，2017、2018，我们的同工从那时候就开始音控，到现在跟着牧师7、8年的时间。所以牧师也非常鼓励各位，只要你愿意，私底下跟牧师讲，牧师都愿意提供一些教会可以来协助的地方，请你们一起来帮忙。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定位在给予，不是定位在我们一直索取。第3个，我们要定位在永远的盼望当中。很多时候，我们大部分面对我们的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挑战跟困难，但是圣经里面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神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既然指示了我们，
我们就会在神的面前得着满足的喜乐，对吧？而不是失落的，而不是失望的，而不是有时候我看到有些信徒每次来到教会，他看到牧师就很开心了，为他祝福祷告完都特别开心了，可是他离开的时候，又带着落寞的心情离开了，我心里面就感受得到，他是从牧师那里得着，不是从神那里得着。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得着的是从神得来的满足的喜乐。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在定位在我们的生命是依靠神的。求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不断的求神，让我们有足够的力量。也在今天我们定位3个东西，第一个，我们定位在当下，当下要怎么做？要用感恩的心，我们不要忧愁。第二个，我们要定位在别人，不要一直看自己，学习把自己的忧虑交托给上帝。第3个，我们定位在我们的生命有没有盼望，我们的灵魂生命有没有得救，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环境、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未来。其实神要我们看的是未来。今天早晨，昨天晚上，牧师做一个见证。我们过去曾经在敬拜团，牧师有看到有很多同工的加入帮协助，很喜乐，也很开心，也很满足。但是也经历过有一段时间什么都没有，就像牧师今天就这样拿着一把吉他，然后有一些问题。昨天晚上我在跟我的孩子我的老大现在国小5年级，那他每次只要礼拜6要来练团练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爸，我不要，我不理你了，因为我好累。那时候我就说，我心里面也很痛。那我就告诉神说，神啊，我就当下就稍微念了他，骂了他，然后他就很生气就上去了。然后我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祷告，我说神啊，我骂他是不是错了，方法错了？那神告诉我说，你骂是错了，但是你应该要换个方式讲，会更好。所以我今天早晨的时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都会跟他拥抱休息睡觉。我在早上起来的时候，我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我就告诉我的孩子，我就把昨天的事情忘记，当作没有发生。就像圣经里面讲的，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向着标杆直跑。我就跟我的孩子讲说，真的，今天早上麻烦你了，需要你哦。他就上台一次比一次更加的稳固。我看到的是一种盼望，不是眼前的限制。好，我要再分享一次，很多时候我们不要去看眼前的限制，我们要看的是手把手带着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盼望。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所领受的福音不单单是我们自己来领受，也期待你在你回到你的工作职场，在你回到你的家庭当中。幼婷，你来到教会喜不喜乐？开不开心？开心，对不对？那你还有一位妹妹，她现在是国2，你也非常爱护你的妹妹，你要带着你的妹妹在这个成长的叛逆期的阶段。每一次你来到教会，你都要去想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什么感动。你刚刚有流下眼泪了，那是上帝圣灵给你的感动的心。那你要把这份感动带回去你的家人，这才是你所来参与教会的生活所应该要得到的生命感动跟祝福，好不好？祝福你，我们一起同心来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在代降节的第3个主日，提醒我们，喜乐是你赐给我们最美的礼物。我们要宣告，主耶稣，我们所感谢为我们降生，也为我们死，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流他的宝血，为要洁净我们生命的罪，也为我们复活，是让我们看见得救重生的盼望。因为你使我们不见朽坏的至圣者，所以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有满足的喜乐，在你的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主啊，我们愿意将你常常在我们的面前摆放在我们生命的当中，帮助我们。当我们遇到忧愁挂虑的时候，我们愿意选择用感恩的心。当我们为着自己的生活上面在烦恼的时候，我们学习懂得付出，
我们学习专注在神所要我们面对的问题跟挑战上。当我们遇到困难、面对挑战的时候，我们选择单单的仰望上帝，用祷告来寻求主你的帮助。愿你差遣我们，带着这份满足的喜乐和平安，回到我们的家庭、工作跟社区里面，让我们为主做光做盐，成为神所喜悦的孩子。我们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那永恒的、无限的喜乐跟盼望，成为神所喜悦的儿女，能够在众人当中来显明我们是主你的儿女跟学生。谢谢主带领我们今天一同来到神的面前，领受神你丰盛的话语的祝福，也祝福我们在前面的道路。在下个礼拜是我们的圣诞耶诞主日的庆祝活动，也让我们一起把这份消息带着祝福，邀请我们的家人朋友一起来参加我们的教会聚会，也一起来分享我们当中主耶稣的爱以及恩典。献上感谢，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们。愿主赐福大家，在每周日的早上，我们每一个月的最后一周都是合并礼拜。下个礼拜是因为圣诞节期，也欢迎每一位弟兄姐妹去找就近的教会去参与聚会。愿神赐福大家，相信你与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互相彼此关系的建立，也是一份生命最美好的祝福。愿神赐福你平安。